看过偷下嘅样片，用下了学习积极常用嘅对话。您好，请问您要办什么呢？好，请问来办乜嘅呢？好，请问来办乜嘅呢？您好，好，好，请问，您要办什么呢？爱办乜嘅呢？爱办乜嘅呢？您好，请问您要办什么呢？好，请问来办乜嘅呢？好，请问来办乜嘅呢？那有几个问题要先请教您。假有几个问题要先请教你？假有几个问题要先请教你？嘎那个字呢？我们是一个发语词就意思就是说那有几个问题这样子的一个发语词好，文太家注意一下好，那有几个问题？假有几个问题？假有几个问题？要先请教您，要先请教你，要先请教你。那有几个问题要先请教您？假有几个问题要先请教你？假有几个问题要先请教你？请问您是军公教人员、农民或是渔民吗？请问你是军公教人员、农民也是渔民吗？请问你是军公教人员、农民也是渔民吗？请问您是？请问你是军公教人员、军公教人员、军公教人员、农民。所以这个词呢比较特殊一点老师在这边做一个解释我们这个弄比如说务农，我们说走弄，它放在后面，这个就是我们的本调弄。好，那变成农民就变成它只发55的音农民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是变调的好，那这个部分呢请大家记住老师再念一次农民走弄。好，后面的是我们的本调，前面呢是变调好，或是压黑渔民、农民或是渔民，农民也是渔民，农民也是渔民。请问您是军公教人员、农民或是渔民吗？请问你是军公教人员、农民也是渔民吗？请问你是军公教人员、农民也是渔民吗？你看有一句是挑战题，也是题偏难的一句话，是讲资料题偏难写的是，公务人员想要请民众带进去，甲不看人讨论过下，按用的讲呢，您先拿回去与家人商量一下，全部写好再拿来申请。你先带进去，甲不看人参详一下。总下写好，再摕来申请。你先摕进去，甲不看人参详一下。总下写好，再摕来申请。先拿回去，先摕进去，先摕进去。与家里人，甲不看人，甲不看人。商量一下，参详一下，参详一下。全部写好，总下写好，总下写好，再拿来申请，张贴了申请，张贴了申请。您先拿回去与家人商量一下，全部写好再拿来申请。你先贴进去，甲不看人参详一下，总下写好，张贴了申请。你先摕进去，
甲我客人参详一下，总下写好，将摕来现场。上摆是按呢个单元所有语词嘅练习，记得要多听多练习哦。